港澳嘅朋友啦，如果你想過嚟珠海中山買層樓退休度假住嘅，講真嘅，唔係啦怕你買貴，而係啦聽錯人嘅介紹，揀錯咗樓盤，最好啦自己住得好辛苦。點解啦？一樣嘅樓盤，大陸嘅朋友啦會覺得未有河區，未有商業 CBD， 升值太慢。但係啦，港澳朋友嚟睇啦，佢會覺得呢一種環境夠舒服、夠安靜。首先講，我唔係話邊個唔識貨，而係啦大家嘅需求係唔同嘅。先講下我哋港澳朋友，佢哋經常啦同我講，自己喺香港啦已經辛苦咗大半世，日日啦同人嘅爭電梯，生活壓力已經係好大嘅。而家啦退休係需要一個環境舒適，唔需要太近商業 CBD， 而都唔需要太熱鬧嘅地方。佢哋要求啦都好簡單，路下可以散步，附近啦有茶樓，幾分鐘啦可以去到街市，睇醫生方便。最主要啦返香港唔使點樣轉車。我問佢點解啦？佢話我唔係翻嚟大陸炒樓嘅，而係啦退休住得舒服，住得安靜，地方闊落就好啦。但係啦睇翻我哋大陸朋友仔呢邊啦，佢哋啦買層樓好多時候啦一層樓又為咗落戶啦，為咗小朋友嘅學區啦，自己翻工嘅通勤時間啦，附近啦又有大嘅商場，最好啦以後仲可以留俾自己嘅仔女。呢個啦就係唔同嘅地方。首先啦，大陸朋友啦，佢哋咁樣打算都係冇錯嘅，但係啦，唔一定適合所有嘅港澳朋友用嚟養老用嘅。因為我哋港澳朋友啦，佢哋第一啦，唔需要追住個河區，因為佢哋仔女啦基本上都大咗嘅。第二個啦，佢哋唔需要住喺商場附近，或者啦係商場上近嘅買嘢，因為退休咗，佢哋唔需要日日去寫字樓，佢哋翻工啦幾廿年已經睇晒香港所有熱鬧嘅商場啦，所以呢啲啦對於佢嚟講可能唔係好啱咯。所以佢哋啦，主要係考慮小區環境好唔好，到樓下啦有地方可以行下，附近啦有茶樓、有商場、有醫院，坐車翻關口方唔方便？呢一個啦先係最重要嘅，因為佢哋咁樣先可以每日可以用到嘅。咁最好啦，講一句嘢，港澳朋友啦，你哋翻大陸退休養老住嘅核心係近關口、近高鐵。一個樓盤啦，你再熱鬧，如果你每一次翻香港都有轉車幾次，咁辛苦啦，翻嚟住係為咗乜嘢啦？所以啦，港澳朋友仔，你買樓退休度假用嘅，千祈唔好被網上嘅高大上嘅廣告啦吸引住。養老嘅買嘢啦，主要係睇翻未來10幾20年嘅生活品質，住嘅舒服，出入方便，資產穩陣啦，先係最實用嘅。如果大家啦近期都睇緊我哋珠海中山養老退休嘅樓盤啦，一定要先考慮清楚你自己啦需要啲乜嘢。最好啦，不妨可以點加我啲頭像私信我，我自己啦都整理咗一份關於我哋港澳街坊翻嚟退休